真出名的表演艺术团体悠人成果推出2022年度新作品《转山》。这部作品创意的源头是来自20年前创办人刘若武带团员到西藏雕成的所见所闻。团员把历程当中的奇幻造物透过讲古甲舞蹈来展现。正特别的是，演出的过程嘛照地金龟石，运用5G 的科技，透过即时影像的传输，和分散两个所在的表演者会当同时来演出，完成异地共演的创举。地质公园的这个大环境跟优有某种关联。我觉得只有在5G 的0秒差的神奇魔力之下，才有这个可能性。我们转山的这样的一个旅程的经验，两地同时在一起交汇的，把2个时空连接。我们要准备喽。上帝啊，我要如何放下我的控制？在某一时间占据于空间之心，吸。好，我们现在准备哈。时间1分1秒的过，悠人成果的团员把时间进行记者会前最后的排练。好，那我们要再走一次。成立34档的悠人成果，当年拢会推出年度的大戏。2022年转山正式登场。舞台顶团员卡出杂技歌震撼的鼓声，由悠人成果艺术总监黄志群做主讲，表演乌帽金光舞。这个黑帽金刚舞这个部分是藏传当中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仪式，我们把它转化成一个在转山当中一个段落，它的意义就是除障、祈福，所以当中就会有很多的咒语了，把这样的困难、把这样的障碍移除，祈愿大家都可以很平安的跟这个病毒共存。将总统佛教慈悲为怀菩提佛学结合音乐，嘛结合舞蹈表演，悠人成果用上界传统方式替众人祈愿，这嘛是转山被创作出来上原始的初念。20年前，我们做《金刚心》这个作品，做完之后呢，我们有带着观众的祈愿卡，把他们带到西藏去。那次转山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奇特，而且是一个很印象深刻、很挑战的一趟旅程。20年之后，再把我们当年像我们转山的这样的一个旅程的经验，大风雪把它结合进来，金刚心之后比较有特色的另外一个作品。2002年，创办人刘若武甲艺术总监黄志群两人带全体团员到众人心中的神山冈里斯山，完成转山宗教雕成的旅行。像这次的转山，其实呢，从它真正开始构想开始做，也已经完整已经2年以上的时间。冈底斯山，它也是众多人们传说中去转山的山里面最主要的这个山峰。忍者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在那个高原上面，可是却在5500的刹那之间，瞬间如履平地。晚上下起了大风雪，我们就坐在那里坐到天亮。那次的经验非常特别，举步维艰的，高度太高了，根本没有办法很自然的走。第2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一看那个风雪覆盖的山坡路，哇，真是吓了一跳。到底是
怎么样爬上来的？有时候那个坡道只有1步之宽，所以非常的惊险。那经过一场印象真深的奇幻旅行，更加是经过生死边缘，嘛好游人经过淬炼心灵升华。2022年7月，游人新歌甲矿山艺术季合作，头一摆试验伫台湾金鸡石地质公园本山矿场，用鼓、用舞、用祭仪，成功完成室外矿野剧场气势十足的表演。游人新歌特殊的机体力与美，甲激动人心的鼓声，伫矿山山谷中回荡，嘛袂输用上个直接纯粹方式，将能量幸福破碎的大自然还以天地。严哥变了将气势十足的室外表演，互伫国家剧院的观众卖当感动享受新的奇景。游人新歌条件结合创新的科技。觉得5G 是一个非常神奇而且非常魔力的一个科技啊！它的神奇就是几乎0秒差。有没有可能把2个不同的平行时空，然后透过5G 的这样的一个高科技技术同时共演？我觉得只有在5G 的0秒差的神奇魔力之下，才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这次的这样的一个尝试，我觉得是成功的，达到在剧院跟金瓜石2地同时交汇的演出。5G 光纤信号的传输和金龟石的场景直接伫舞台顶投影，完美表现出异地共演。这款的演出方式有创新，嘛甲宗教修行的方式不谋而合。5G 就像观想一样，透过5G 的这样的一个媒介，把这2个东西连接起来，把2个时空连接，把平凡跟神圣之体连接，成为一。新的科技串联2个空间，其实嘛串联时间。游人新歌为调性之理，激发出创作剧本，经过伫老泉山百年基地大会了后，重获新生。经过30多冬，游人新歌始终如一，继续向前。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2019年热天的一场恶火，甲游人新歌为伫个目沙老泉山顶的排练场烧掉。30年的心血就安尼，互一把火烧了了。游人新歌的团员只会当伫个逆境当中调整脚步，转念重新来出发。因就抓要甲家己的厝起转来。因毋若亲手用竹仔来起餐厅，佮亲身搬石头来铺路。继续，咱就来看游人新歌重建家园的故事。地质公园的这个大环境跟优有某种关联。我觉得只有在5G 的0秒差的神奇魔力之下，才有这个可能性。我们转山的这样的一个旅程的经验，2地同时在一起交汇的演出，把2个时空连接。2019年8月13，游人新歌拄着创团以来上惨重的劫数。一场大火甲游人新歌烧起，伫老泉山的排练场，30多年来的心血和记忆全部互火烧了了。将近100粒果互火烧起，各种灯笼、焚炉嘛拢互烧起。虽然拄着无常，大火了后无妨对咧烧起的是游人新歌振作的心。山上的排练场遭到祝融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非常担心的，怕那个大火延烧把整个山烧了，幽人神谷的家就没了。消防队的朋友们就很及时的把火势就扑灭了，是不幸中的大幸。直接面对这样的一个灾难的时候，虽然有悲伤有不舍，其实我想用一个禅宗的一个方式来去看这个事情。因就抓要亲手把家己的厝起转来。
提高帮的团员该提竹仔去餐厅搬石头铺路。有人辛苦用平静的心重新出发。因为任何事情在禅宗来说，佛法的修行来说，都是沉住坏空。这个排练场，它有一天也是会毁灭的，也是会不见的。面对这个排练场的时候，也面对到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就是沉住坏空，任何事情都不可太执着。艺术总监王志群，嘛是研究生活几啊年的阿神师傅，特别拍鼓练习进前，拢要爱团员先静坐和坐神，要找到每一个人心内安定的力量。打坐跟静坐是一个人找回他内在一个安定的力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当他在学习击鼓、学习武术、学习表演，他背后有一个安定的力量，有一个清楚分明的力量，让他去学习更多的部分。定建工程2022年秋天游玩市进行式，游人新歌对老庄山出发，因和山内故事爱对1998年开始讲。那最重要的那次呢，就是我们在1998年，我们到亚维农艺术节，觉得优是不是也可以在台湾找到一个像户外的表演场所啊，可以把优的特质显现出来。觉得有好像7、8年了。当时的执行长也知道我在寻找这样的场地嘛，带我到金瓜石那个地质公园。我一看到那个山壁，我就亚维农。27年前，游人新歌曾邀请去法国阿维农艺术节表演。当年伫宝棚沙石场的室外演出，和游人新歌踏上世界舞台。各项俄罗斯阿尔卑斯山神的舒适级表演，嘛拍开一段因和台湾经过着奔山矿场之间的缘分。印象就马上跑出来，金瓜石是挖金矿，它也是挖矿挖出来这个山谷。亚维农的山谷是个有点像椭圆、半圆这样子敞开的，金瓜石的这个山谷是深的凹进去的。我们也测试了那个声音超棒。大自然就是有它自己的魅力，真的是国际级的一种剧场的条件。在台湾自己的家乡，把一个这样子的空间创造成一个国际级的剧场，让优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地质公园的这个大环境跟优有某种关联。在金瓜石地质公园本山矿场这边，优人生湖要重现24年前在法国的天然剧场表演，同时也要利用现代5G 科技打造双剧场，异地即时共演。不过，要伫金瓜石山顶的矿场表演，也先克服先天困难。第一件事情是我们那里没有电，中华电信就很难去拉线、拉光纤，说是沿着山路把5G 线拉光纤、拉明线，就拉到了地质公园。科技对我们来说，我们最难掌握，这也很紧张。科技信号的不可控制因素来自天气的影响。2个月前我们就来做测试，对，当时遇到很多。虽然中华电信的人员伫现场设好5G 的信号设备，不过这时运输要是出现问题。我们现在需要，我看看能不能用摄影机解决。对，是动了，那就不用动眼前画面的那个组的人在他的现场的工作上。好。尤其演出进前，搁拄着风台。工作人员特别把机器放较悬咧，搁加砍塑胶布，替机器前后满，防止浸水。不过矿山天气话变就变，开始大蒙。台风要来，我很紧张。他们在现场已经说快变天了，变天了。早上起来，他们说这个帐篷被吹掉了，收音的那个机器泡水。今天早上在抢修这样子，现场那个风超大，比那个我们这里的还真实啊！确实，我看那个衣服这样子非常的吹成那个样子，很像大风雪的感觉。莲师啊，还有这个神兽啊，这些神的意象的，从那个环境中浮现出来，对剧情的发展是有帮助的。环境、空间，搁加上服装和面具的设计，拢互专线演出搁较接近迄摆的西藏之路。一般我们的面具是我们这个脸型，那他们这个面具做起来大概有30-40公分，像有一些长角的，像鹿啊、羊啊，那可能50公分。这个比例我完全是照西藏的这个文化，他们这个艺术的发展。它严格讲已经不是面具了，
它是整个头套。神兽什么鸟啊、牛啊、鬼啊，就这是他们的传统宗教祈福表演里面的一些段落。那他们的服装有一定的形式，那我们也去了解了之后，再去做了一些转换。是了解他们的剧，了解刘老师的一些想法，了解师傅的一些他的音乐，我们加入我们觉得最适合的细节处理方式，刻意的不去收它的边，它可以表现出它的质朴，然后或者是我们刻意的加了很多虚边，表现出这种原始的分量感。每一摆歌声拢感动人心，传达出坚持和稳定的意念。由人身果伫山顶顶根，伫大自然当中累积创作力量。歌声对山来，卖一直伫山顶飘扬。